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6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中东的局势聊一聊中东小霸王和神棍政权当地时间6月15日晚，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6月16日凌晨，伊朗再次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伊朗导弹击中以色列北部的海法、中部特拉维夫，造成当地火灾。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海法有多人因导弹袭击受伤。这个是伊朗连续第3个晚上导弹袭击以色列。据说这次袭击海法的导弹有那个超音速导弹呢。那伊朗为什么连续3个晚上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呢？那都是对以色列这个用 F-35还有其他的战斗机轰炸伊朗军事设施的一个反击。叔叔能忍婶婶忍不了。尽管伊朗方面多次喊话，就是我这个反击完了，你就不要再挑事了。如果以色列立马收手那伊朗就不反击了。结果这个以色列他不讲武德，依然我行我素继续轰炸伊朗的多处这个军事设施。所以这个伊朗是忍无可忍只能再一次被迫反击，要让以色列也要尝一尝被导弹轰炸的这种痛苦。不过根据以色列方面的说法，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的袭击直接发动这个6轮共800枚导弹打击。一时间以色列境内火光冲天但是一报战果据说这次袭击仅炸死乙方16个人。截止到现在，媒体说的以色列方面有16个人丧生100多人受伤。这个一共是800多枚导弹每一枚导弹都是几百万美金，这是便宜的几百万美金。那超音速导弹肯定是上千万美金的，这个那玩大发了吧？这成本太高伊朗能扛得住吗？不是以色列是伊朗能不能扛得住你知道多少桶石油卖多少桶石油才能攒够800枚导弹呢？到底是伊朗的导弹不堪一击呢，威力不够，还是说以色列谎报实际上他们已经炸死了很多人，但是呢以色列他就为了这个缩小这个影响，说只炸死了16个人。但是以我的经验以色列这边要想撒谎的话不太容易因为以色列的媒体他会报道。相反伊朗对吧，他这个舆论他这个报道，他这个互联网都是受管控的，所以这个谁的话可信大家自己心里有数。这个伊朗一而再再而三宣称又击落一架 F-35，但是就不要说这个军事专家了就连普通的军迷都一眼看出那就是 PS 的一眼假。为什么这个伊朗要锲而不舍的造假呢？他每次说击落 F-35，那以色列都说没有的事，但是人伊朗人有图还有真相，搞了图出来了。这个图一出来，大家说那一眼假。实际上在外网看来这很可笑。大家想象一下，伊朗国内，因为他们是就像一个在井底，他们的互联网跟印度网是一样的，它有墙。但印度的国内老百姓他不知道什么情况，也就是伊朗宣称击落 F-35不是给你们看的，也不是给美国人看的，更不是给以色列人看的，人家是给伊朗国内的人看的，让他们嗨，他们分辨不了就像那个什么对吧，印巴冲突的时候，巴基斯坦非说用什么飞机击落了法国的什么飞机，然后印度也一顿嗨，一个道理人家这个属于定向投喂所以有的事情在你看来很荒唐，觉得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但是人家在那个伊朗他就得这么干，就要打破美帝的 F-35这个神话，就要让伊朗人不要害怕天天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的那个飞过的那个呼啸而过的 F-35，没什么可怕的，我们一样可以把它打下来，这样安抚伊朗人的这个军心民心，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就是伊朗人还是可以信的。所以我看有很多人他就不理解，他说为什么伊朗老是做这么低级的造假？在你看来这很低级，但是在伊朗这个够用了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月15日傍晚发布消息称，不久前以色列空军在伊朗东部马什哈德机场击落了一架伊朗空中加油机。以军表示该机场距离以色列约2300公里。本次行动是近期冲突开始以来以军进行的近距离最长的一次打击。以色列空军此举旨在夺取伊朗领空的制空权，这个就有点过分了这个是以色列空军他用的什么飞机咱不知道，估计是 F-35他竟然飞到了距离以色列2300公里的地方，打击这个伊朗的马什哈德机场，击落了伊朗的一架升空的这个空中加油机。首先一个
啊，这个以色列的 F-35是怎么做到的？这是长途奔袭啊。第二个啊，这个可以说是对这个伊朗的血脉压制啊，也就是伊朗的这个不仅它的这个预警机啊升不了空，哎，它的这个防空雷达成了瞎子，防空系统也成了聋子，就连它的空中加油机都起飞不了，你飞起来给你击落，这就说明啊，以色列对伊朗那是全面压制啊。伊朗的空中加油机不会太多的啊，打一架少一架。以色列和伊朗这一仗啊，恐怕让很多网友啊真正的见证了什么叫真牛啊，什么叫吹牛。这个开战之初啊，不到12个小时，伊朗高级将领一个一个的离去，让我们再次见证历史啊。俗话说得好啊，一将功成万骨枯啊。现在整个倒过来了，这个伊朗的小兵没死多少个啊，好像伊朗整个的这个死亡的好像200多，这里面啊，伊朗的这个高官将军啊，好像是已经死了，是第9个了。那个核科学家也是第9个，这个充分的体现了啊，这个让领导先走。这个现代化战争啊，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死的多的是小兵啊，现在死的多的是将军。你看那个俄乌战场上也差不多啊，这个俄罗斯啊，他那个将军死了应该是17个还是18个，也可能比这还多啊。根据这个人工智能啊搜索结果啊，全球军事实力排名，好像伊朗啊排名是在以色列前面啊。但是你看这3天来啊，是不是伊朗被摁在地上摩擦？人家是战斗机啊带着导弹飞到这个伊朗的上空精准打击，但是伊朗反击呢，只能靠这个发射这个弹道导弹，还有沙赫德无人机也去开盲盒啊，也去炸哪儿算哪儿，能炸几个是几个。这就像极了那个拳击比赛啊，伊朗是蒙着眼睛的，一顿王八拳乱挥啊，而这个以色列呢，那就是全场压制，趁他不注意打了一下，趁他不注意再打了一下，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这个基本上是一边倒啊。这个伊朗啊，现在连这个高级将领对吧，发讣告都来不及啊，开追悼会好像也来不及，你太多了，前面的人还没开完，后面又死一个。还有团灭的，有媒体报道啊，说一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6月14日对媒体表示，以方之所以能团灭伊朗革命卫队高层，是因为他们在行动前几个小时向美方通报了以军袭击伊朗的行动计划，就是以色列啊把他们要袭击伊朗的行动计划告诉了美方，结果啊美方将这种绝密情报通报给了伊朗方面，伊朗军方高层不得不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而这恰恰中了以色列人的计谋，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早就预知啊，判断出美国会把这种绝密情报告诉伊朗，因为美国要跟伊朗正在这个进行核谈判呢，不想被以色列轰炸伊朗导致这个中断，那么以色列把轰炸伊朗的计划告诉美国，那美国肯定会通知伊朗方面，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利用了这一点，那伊朗人为这个绝密情报开会的时候，那正好以色列对他们进行一锅端了。结果如大家后来看到的，当以军方高层在地下室安全屋内开会时，这么多高官，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啊，结果2枚威力巨大的钻地弹从天而降，将整个司令部大楼连同地下安全屋完全摧毁，所有与会高层全部灰飞烟灭啊！开追悼会现在都在排时间呢。当然了，这个是媒体报道啊，真真假假，我们姑且听之啊。现实情况是什么呢？现实情况是这个以色列人呢，很简单啊，他就是要打击伊朗的核能力。打击伊朗的什么核能力呢？首先第一个，这个武装部队的高层，也就是尤其是革命卫队的；第二个就是伊朗的核科学家人才；第三个是核设施；第四个是他的那个核武器的载具啊，也就是弹道导弹能力。他主要打击这么几个目标啊，一直要炸到伊朗，就是尽可能的摧毁，也就是炸到以色列满意为止。所以说啊，这个伊朗方面虽然多次说了，你只要停手，我就不报复了，但是以色列说啊，我还再炸一会儿。而特朗普也说了啊，昨天媒体记者问特朗普啊，特朗普说我就是先不想暂停啊，也就是他不想劝以色列停止轰炸伊朗。你现在劝他没有用啊，以色列是不达目的他不罢休啊。以色列现在重点是要打击那个藏在那个山洞里面的那些浓缩铀装置还有原材料。当地时间6月1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啊，如果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放弃其核计划的要求，以色列愿意停止其行动。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啊，当我们消除这些能力的时候，这一切就会结束，我们一定会这么做。就是内塔尼亚胡的意思就是要么你伊朗接受美国的条件，放弃核计划，如果你自己不放弃，那我就帮你放弃，就这个逻辑啊。所以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人送外号对吧，中
中东打黑办主任，或者是叫中东扫黑行动组的组长。你看，打完了哈马斯，打黎巴嫩真主党，打完了真主党，对吧？要干这个胡塞武装，还跑到这个叙利亚去炸什么那些飞机，对吧？还有那些武器，现在直接炸这个伊朗，你看多忙啊！这内塔尼亚胡就是中东扫黑行动组的组长。这个内塔尼亚胡表示啊，以色列不允许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获得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大家看视频啊。To the brave people of Iran, and I have a message for them. Our fight is not with you. Our fight is with the brutal dictatorship that has oppressed you for 46 years. I believe that the day of your liberation is near. And when that happens, the great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ancient peoples will flourish once again. I want to assure the civilized world, we will not let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regime get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weapons. And Iran plans to give those weapons, nuclear weapons, to its terrorist proxies. That would make the nightmare of nuclear terrorism all too real. The increasing range of Iran's ballistic missiles would bring that nuclear nightmare to the cities of Europe and eventually to America. Remember, Iran calls Israel the small Satan. It calls America the great Satan. And this is why for decades, it's led millions in the chants of death to Israel and death to America. Today, Israel is responding to those genocidal calls with action and with a call of our own. Long live Israel and long live America. 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向伊朗人民喊话：我们不是针对伊朗人民，对吧？以色列和波斯啊，友谊这个由来已久，但是啊，对吧？这个宗教集团把持了伊朗，以色列轰炸伊朗不是跟伊朗人民作对，实际上啊，从全世界来看啊，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符合大家共同利益。从这一点上说啊，这个以色列出手啊，这个某种程度上叫为民除害，对吧？你让这么个宗教集团掌握了这个核武器，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因为这个他们叫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们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向对外输出他的伊斯兰的那种理念呢、革命啊，他有自己的武装啊，他已经搞了什么哈马斯、真主党、伊拉克什么民兵组织、胡塞武装，都是他在背后捣鬼的。你说这样的政权一旦拥有核武器，他给一颗给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或者给一颗给哈马斯，你能保证他不给吗？你能保证哈马斯或者黎巴嫩真主党他不用吗？他不敢用是吗？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坚决要打击。你怎么保证，对吧？伊朗把这个核弹或者这个核武器给了这些恐怖组织，这个恐怖组织你能保证他不往你们家扔吗？他可以，对吧？威胁全世界。你不要说这些恐怖组织啊，就连地保老人这么一个国家政权，他都威胁全世界，拿着核弹讹诈全世界。那你说这些恐怖组织讹诈全世界，那不是顺理成章吗？所以无论是法国、英国、德国，对吧，都赞成以色列啊去打击伊朗的这个核设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这叫为民除害，对吧？这就是为全世界在做贡献。不管你多么看不惯以色列，他的这个行动啊，对全世界的安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支持伊朗，他是支持他什么呢？支持这么一个政权获得核武器有什么好处啊？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说啊，以色列销毁伊朗核武器是对全世界的帮助和贡献。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啊，以色列在伊朗的打击目标包括德黑兰政权。卡茨敦促以色列国防军继续攻击核设施、防空系统、导弹的目标，包括德黑兰政权的相关目标。伊朗的麦哈尔通讯社15日凌晨援引伊朗石油部发布的声明报道，位于德黑兰以北的沙赫兰储油库和位于该市以南的燃料储油存储罐遭以色列袭击。我们看看这个伊朗的态度变化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4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时表示，只要以色列继续袭击伊朗，伊朗就不会恢复与美国的谈判。这话怎么理解呢？反过来就是啊，你以色列只要不再打了，不再轰炸我们马上就跟美国进行谈判，不就这意思吗？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求饶啊。这是14号啊，但是这个佩泽西奇扬他不光是说软话呀，他也威胁啊，如果
以色列继续攻击伊朗领土，伊朗将给予更猛烈的反击。这是佩泽西奇扬在与伊拉克总理苏达尼的电话中说的啊。这个佩泽西奇扬对苏达尼说啊，我们没有发动战争，但我们以武力进行了回应。如果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他将面临更加痛苦和毁灭性的回应。每一个真正渴望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国家都应站在反对以色列侵略的立场上。这个说的没错啊，但是啊，人家以色列就要打击你的核设施，打击你的这个核能力，这个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没有办法，你先犯法了，核不扩散条约啊，跟你谈判没有用，劝你没有用，那只能暴力。这个佩泽西奇扬前面表态，后面是这个伊朗的外长啊，更进一步表态啊。6月15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对媒体表示啊，他说伊朗已准备就放弃发展核武器达成协议，这个就相当于啊举手投降。哎，伊朗已经准备放弃发展核武器了，你别打了。同时，阿拉格齐还表示坚决反对剥夺伊朗为了和平应用目的发展核计划的权利，也就是我们可以搞核电站，我们不搞核武器，那以色列肯定不愿意啊。也就是以色列要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能力。这个伊朗的外长叫阿拉格齐，他说啊，只要以色列方面停止在该地区进行的侵略行为，伊朗就将停止对以色列的任何袭击。阿拉格齐说，我们的反击是对我们所遭受的袭击的回应，当对我们的侵略停止时，我们就会停止，除非被迫，否则我们不要求扩大战争。按照这个印度的某些正能量的说法啊，伊朗怂了，伊朗跪了，伊朗求饶了，谁疼谁自己知道啊，对吧？我在前2天就说了，你伊朗这么轰炸，你炸不起呀，那导弹那么贵，完了那个路程太长啊，一路上在伊拉克就被人家拦了一批，到了约旦又被人拦一批，或者到了这个以色列上空又拦一批，最后还很多是到海里去了。你这么消耗，那消耗得起啊？那以色列轰炸伊朗，那可是实打实的，对吧？飞机就飞到伊朗上空，谁疼谁自己知道。所以他实际上在喊话，对吧？别炸了，我们谈判吧。但这个时候啊，以色列是不同意的。以色列说，我还得再炸一会儿，免得到时候你们谈不好，我把你炸掉了就好谈了，就这个逻辑啊。所以说他还得再炸1个礼拜。哎，等以色列炸的差不多了，他马上就和谈。实际上以色列呢跟伊朗2个人啊，我为什么在前2天就说了，他这个打不起来？为什么打不起来呢？首先一个，他们中间隔着太远。伊朗目前啊，他没有手段说我派部队去干到以色列，这个不现实。那他只能选择沙赫德，还有那弹道导弹，那这玩意儿成本太高，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只能出气。最主要的作用是给国内的老百姓看，我们很硬气。伊朗后悔了，伊朗受到了惩罚，主要是用来对国内打鸡血用的，来维持那个教士集团呢、神棍政权的这个统治。但是反过来，你从以色列来看呢，这个他靠轰炸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目前来说，以色列说要向伊朗派兵，至少现在啊，恐怕也够呛。你要不派地面部队，你想彻底的把它核能力给切断、给铲除，这个也非常难。靠轰炸啊，对吧？你可以把它有形的东西炸掉，无形的你怎么炸，对吧？这个核能力还有很多是无形的，对吧？你把它有形的炸掉了，你假以时日啊，它又能生产出来，它也能捣鼓出来。而以色列也不能派部队，所以最终它炸完之后还得靠外交谈判。外交谈判，然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针对这个神棍集团，把这个教士集团给它换掉。那么现在啊，这个巴列维王储，好像是在美国吧，这人发视频啊，对伊朗人喊话，说伊朗是伊朗人民的，要团结，要互相帮助，要反抗现在的这个宗教集团呢。大家看视频啊。ایران ما را به جنگ کشاندند و مسئول و مقصر اصلی وضعیت کنونی هستند. این رژیم پس از دهه‌ها فساد و بیکفایتی و زورگویی در شکننده‌ترین و ضعیف‌ترین وضعیت خود قرار گرفته است. اما شکستن نهایی آن تنها به دست پرقدرت ملت بزرگ ایران ممکن است. ایران متعلق به شماست و بازپسگیریش نیز در دستان شماست. هر نافرمانی شما از جمله نرفتن به محل کار، کمکاری یا دیرکاری میتواند ضربه مؤثر بر پیکر فرسوده این رژیم باشد. ما با هم و در کنار هم پیروز خواهیم شد.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انت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میگویم از این رژیم جدا شوید و به مردم بپیوندید. از جانب شما مردم به جامعه جهانی میگویم
به جای مماشات با رژیم اسلامی از مردم ایران حمایت کنید. پاینده ایران، زنده باد ملت ایران。我在想啊，伊朗人民几十年前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这个巴列维王朝呢，一定是腐败透顶，贫富差距急剧加大，伊朗人民肯定是民不聊生啊，就过不下去啊。但是伊朗人民万万没想到，迎来的是一个比巴列维王朝还要倒退的这么一个神棍政权。这发生在伊朗的这个事情啊，印度人民啊应该要小心。这伊朗人民实际上是吃了2遍苦啊，他不是往前走，他是倒退啊。所以对印度来说啊，有的时候你说你换一个。想法都是好的，换一个希望比原来的要好，但是你怎么保证换的那一个真的比原来好呢？而不是像伊朗这样，你怎么保证你换了一个不像斯林关那样的呢？搞个女将军出来，搞个4代。当然也有阴谋论说啊，说这个哈梅内伊啊，他实际上就是伊朗的这个叫什么带路党啊，是他出卖了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些高官，把这情报的给了美国人，然后借美国人的手叫借刀杀人啊，把这个伊朗的这些革命卫队的高层给他清除掉，然后换上自己的人，把这个核武器任由以色列给他炸掉，这样跟美国达成妥协，然后保他儿子上台。当然这都是阴谋论啊。一个靠着石油天然气对吧就能暴富的国家，被这个宗教集团垄断以后啊，就成了今天的伊朗，对吧？伊朗人民虽然啊这中间有很多抗争，你比如说去年前年都有什么头巾事件，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骑在伊朗人民头上啊，骑在波斯人民头上的这个宗教集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被彻底清除啊。当地时间6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愿意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担任伊朗和以色列冲突的调解人。这个又是特朗普啊要上普京的当啊！你让普京插手这个事情，实际上这个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普京一定会利用中东这个局势，利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矛盾，来为他的俄乌冲突服务，对吧？为他的这个俄乌冲突，为他侵略乌克兰这个战争解套。如果没有这个普京的插手干涉，实际上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恐怕坚持不了10天了就结束了。伊朗人事实上已经在求饶了以色列只不过是还要再炸一会儿，把那山洞里面的东西再炸掉，扑克牌上还有几个人呢要除掉，这个谈判了。如果普京横插一杠子，这个变数就多了，局势就复杂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